凡人登年初登阿彌陀佛淨土，從娑婆昏暗轉醒，先見西方落日如圓鼓，金光漸盛包裹自身，頓覺輕盈無礙，隨金光接引入淨土蓮胎之中。此胎宮由九品蓮華化現，清淨溫暖，周身充滿微妙法音與清雅妙香，於中安心修行，業障漸消，善根增長，只覺心靈日漸澄澈明亮，歷時既滿，蓮胎自然開敷，自身化生於七寶池畔，腳尖觸到堅實溫潤的琉璃地，澄澈得能照見自身，映着無數寶珠的千種光明，84000種色彩如億萬太陽照耀，溫暖直透肌膚。抬頭可見無數奇鳥翱翔天際，白鶴羽翼如雪，孔雀開屏讚七彩霞光。嘉陵頻加了身姿輕盈，舍利共鳴之鳥要樹飛鳴，其聲清婉悅意，皆唱念佛念法念僧之音，與風聲水聲交融成天籟。遠處樓閣宮殿壯麗非凡，皆以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七寶築成，層層疊疊高聳入雲，窗欞欄雕刻精緻花紋，懸掛的寶珠幡蓋隨風飄動，幡幔上佛國圖案栩栩如生，寶珠碰撞發出清脆鳴響，宛如空中琉璃仙境。抬頭更有七重行樹環繞，高達8000由旬，金根銀桿纏繞珊瑚琥珀等眾寶，琉璃葉透金光，玻璃之影紅光，瑪瑙之結硨磲花，硨磲之讚綠珍珠光。樹上花果散發濃郁妙香，葉有薄荷清涼香，花含沉水醇厚香，果帶蜜糖甘甜香。風一吹，萬種香氣纏繞衣袖，聞之身心舒暢，雜念頓消。遠處無數七寶池底鋪滿金沙，八功德水清澈見底，順着樹幹上下流動，搖曳打轉，水聲潺潺如奏樂。池中車輪般大的九品白蓮密密麻麻，無數蓮友穩坐其上，數量多如河沙數，彼此臉帶微笑，溫和相視。諸位蓮友或凝神聽法，或合十念佛，或相互問答切磋佛法，或伸手撫摸池中蓮花，更有蓮友心念一動便飄至他處連坐相談，或取池水解渴，樹果分享，神通自在無礙。走近池邊，八功德水隨心調節冷溫，質地輕軟如絲絹，沾手潤澤光滑，順銷修行如卷。行樹枝葉搖動，寶物相撞的清冽響聲藏着悠揚佛號，忍不住跟着默念。終於見到西方三聖，阿彌陀佛身放無量金光坐萬丈大蓮花，觀世音大勢至菩薩身配瓔珞，寶冠明珠四射，臉龐溫和慈悲，令人淚流滿面。隨聖眾登上車輪般的蓮花座，穩坐其間，抬頭望見周圍無數蓮友，難掩內心歡喜，朗聲說道：我終於得償所願，到了淨土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俯身捧起八功德水，先聞清冽香氣，入口甘甜無比，消除飢渴，滋潤五臟。佛身金光掃過，界定真香撲來，心裏徹底安靜，煩惱執念盡消。蓮座輕輕搖曳，阿彌陀佛的溫厚親切說法聲無處不在，道理簡明易懂，心裏湧出滿滿法喜。與聖眾蓮友共處，不見生老病死，人人軟語溫然，慈悲相待，呼吸與樹的生機相通，心念與佛的慈悲相應，自身光芒與淨土萬物之光交織相融，心靈變得如七寶池水般澄淨，琉璃地般通透。唯有對佛的感恩與淨土的歡喜，更體會到不退轉的安心。篤信在此修行必成正果。飄至高空俯瞰，七重行樹，無數七寶池，萬丈蓮花與三聖金光籠罩大地，方知這便是《觀無量壽經》中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惡的極樂淨土。幸得生前持名念佛，發願往生，蒙佛接引入蓮胎修行，今得登蓮聞法，與億萬蓮友相會。願世間眾生皆一心稱念阿彌陀佛，信願往生共赴安樂國土。